最低工資咧喺5月1號就會實施㗎啦。咁但係對於某一啲打工仔嚟講，呢個措施絕對唔係叫最低工資，而係叫再低工資就真。又滿心歡喜咁以為人工會多一點。變成人工可能要減一點，你話個心幾噏呢？嗱，政府咧將休息日同埋飯鐘錢係咪有人工呢一個灰色地帶，咁留俾僱主同埋僱員自行協商，咁即係點呢？咁即係唔使傾。政府明知道基層工人面對老闆嘅時候冇咩議價能力，但係又將最棘手嘅任務交俾僱傭雙方自己去解決，你話仲有乜好傾呢？蘇先生任職大廈保安員，月薪7000蚊，每日工作9小時，一個月有4日有薪假。代表資方嘅僱主聯合會早前呼籲會員將休息日同飯鐘列為冇薪水，以免最低工資實施之後人工大幅飆升。政府星期一公布嘅最低工資指引，並冇將飯鐘錢同休息日包含在內。如果按僱主聯合會嘅建議，以最低工資時薪28蚊計算，一旦扣除休息日人工嘅話，蘇先生份糧隨時由7000跌到得6500。相反，如果休息日有人工，每個月就會多500幾蚊。距離新例實施仲有1個月，蘇先生擔心管理公司會強行更改僱傭合約，令佢得不償失。最低工資嘅立法原意咧就係改善一啲即係基層工人嘅生活嘅，即係起碼令到佢哋可以即係話，即係可以攞多少少人工啊咁樣。而家咧就變咗質咯，變成一個即係僱主揸住呢條法例嚟走法律罅，但係你個政府你又唔出聲，呢啲高官嚟講即係話就好似天上嘅神仙咁樣，即係不食人間煙火就唔知民間疾苦嘅。我哋認為，如果僱主係有好嘅盈利，咁佢應該咧盡量向員工提供良好嘅服務條件，包括休息日同埋飯鐘，令到員工咧係工作得更加開心、更加落力。指引有一句咧就話合約不清晰或者係僱主負擔能力有問題，可以同個僱員去商討更新合約。咁你更新合約即係更改合約啦，即係剝削佢飯鐘錢，剝削佢休息日錢。由於政府將最低工資係咪包括休息日同飯鐘錢呢個波交由勞資雙方自行協商，有連鎖餐飲集團同外判清潔公司已經重新同員工簽約，唔俾休息日人工同飯鐘錢，令員工變相減薪。變咗就好似將一啲僱主標籤咗有良同無良嘅僱主，就令到我哋分化嘅。咁喺呢一方面其實真係好不必要嘅。僱員同僱主咧，其實係同埋一條船嘅。我哋唔想將呢條船咧，即係我哋叫 rock the boat， 即係喺度反咗隻船嘅話咧，大家都冇好處嘅。立法會亦都支持通過咗最低工資嘅水平，呢個係保障香港基層打工仔嘅里程碑。最低工資係有幫助提升基層工人嘅工資嘅水平，改善佢哋嘅生活嘅。休息日同飯鐘錢成為最低工資實施嘅灰色地帶。我哋問過有份草擬法例嘅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成員鄺志堅，佢話委員會嘅職權範圍並唔包括討論休息日同飯鐘錢。換句話講，勞資雙方根本冇正式渠道傾過呢個問題，結果造成今日嘅僵局。都係有少少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咁嘅做法咧，因為佢自己純粹就係做個裁判，你哋傾掂先。咁但係似乎一個政府唔應該純粹做裁判咁嘅，因為政府應該係領導個社會咧係向前行。黃洪認為政府當初制定最低工資方案時，為咗唔想同時處理標準工時嘅問題，先至埋下今日嘅伏線。而家咧就係分開兩次搞，即係先搞咗個最低工資，用一個時薪計算嘅方法，但就冇同時去處理到一個所謂工時嘅一種規管，冇去有一個政治嘅所謂意志咧，覺得一啲難傾嘅問題咧，我都要去解決。所以有啲難傾嘅問題咧，佢就午後啲，就遲啲先算。咁卒之搞到而家咁。最低工資法例原意係要保障低收入僱員嘅工資水平，但未見其利先見其害，未來引發嘅爭拗可能無日無之。你善待員工咧，肯定得到好嘅回報咯。你刻薄員工嘅話，
員工都唔會同你咩啦，佢都係人啊，佢根本都唔夠皮，揾朝唔得晚，佢點會有心機去做嘢咧？僱主要知道咧，其實如果佢太過分千方百計，咁即係左度右度，或者係即係左袋入背右袋咁嗰啲咁嘅方法嚟最撚尾逃避嗰個最低工資嗰個責任咧，其實個僱員睇到嘅，最終係會影響到即係其實佢同僱員之間嗰個關係。對好多僱主嚟講咧，即係突然間嘅開支，令到佢哋真係措手不及，佢都唔知點樣面對。加價又唔係，唔通要佢裁員咩？如果未話大家有一個真係一個共識嘅話咧，咁只係勞方資方咧，真係要理性一啲，坐低傾。